环保科技是即马发展的重点，伫个国科会的帮助之下，清华大学的研究团队是开发出一种对虾仔甲金马壳储出来的价壳素所做的膜。这顶膜是会当电镀伫金属的表面，互人唔免用能源，就会当帮助降温。 火柜船因为长时间拍摄，致使火柜内的温度会一直加悬，需要靠能源开空调、冷气来降低温度。现如是清华大学伫国科会的支持之下，研发出一种以甲壳素做的薄膜，通电镀伫金属的表面上，以热辐射的原理帮助金属排热，降低温度，而且实验证实真正有效。如果是整天来均温来做对比，镀膜之后它的温度可以低了2.8度 C。 如果我们看瞬时在正午的时候可以到7.1度 C。研发团队表示，这种以甲壳素做的薄膜排热唔免用能源，而且无毒，通自然分解，非常环保。以火柜做的降低空调的需求，就通达成省能源的效果。目前其实大部分的薄膜的制品，它不是散热，它是隔热，所以是热进不来，但也出不去。 我们是要把里面的热给抽掉，可以应用在所有户外的金属的装置，包括我们的管线啦、储存槽啦、以及一些屋顶的金属屋顶等，那来减少我们所需要的空调的成本，那这样当然就降低了我们能源使用的一个需求了。 研发团队估计未来通应用伫火柜船、铁柱、金属钢线一寡护挂设施。这个发明已经摕到台湾甲美国的专利。研究团队表示，有咧参企业合作研究实际应用，未来也会当帮助企业降低成本，走向净零碳排。记者郭文谢桂林台北报道。